60秒帶大家快速理解一條賽道。離開咗墨西哥城1級方程式係休息1個禮拜之後，嚟到巴西聖保羅市一條名為 Autódromo José Carlos Pache， 又稱為 Interlagos 嘅賽道，完成本季最後一場嘅美洲3連賽。賽道歷史可以追溯至20世紀初，喺1926年嘅時候，一位嚟自英國嘅企業家 Luis Romero Sanson 想喺聖保羅市2個水庫之間嘅土地興建一個新嘅社區，叫做 Interlagos。但係喺1929年發生嘅經濟大蕭條，導致興建社區嘅計劃取消。但係當時巴西嘅賽車運動已經蓬勃發展啦，令到 Sanson 決定更改土地用途，用作興建現時嘅賽道。賽道喺1938年正式動工，並且1940年完工，並喺當年5月舉行首場比賽。喺1972年嘅時候正式舉行巴西大獎賽，咁但係當年嘅賽程就並未將嗰場比賽計入分數嘅，最終由阿根廷車手 Carlos Reutemann 贏得首屆巴西大獎賽。喺1973年正式成為1級方程式嘅賽程分站，但係1980年嘅時候，由於安全問題引致車手嘅抗議，所以由1981年至到1989年短暫去到里約熱內盧舉行巴西大獎賽。喺1990年，為安全起見，決定縮短原有7.874公里嘅賽道至4.325公里。賽道總共有15個彎道，包括以已故3屆世界冠軍冼拿命名嘅 Senna S Curve。從1990年起，除咗 Covid 所影響嘅2020賽季，其餘時間都喺呢一條賽道舉辦巴西大獎賽。咁今季會唔會好似上季巴西大獎賽一樣，會有韋斯塔本雨中神蹟，精賽從第17名起步以冠軍衝線，或者好似2021年巴西大獎賽咁樣，咸美頓喺排位賽嘅 DSQ 最終攞到冠軍？亦都有冇可能再喺聖保羅呢一片土地決定世界冠軍嘅走勢呢？例如2008年嘅 Esther Glock， 或者2012年華迪爾塞坡被撞依然成功贏到冠軍，又或者有機會落雨令到比賽增添變數，例如1991年冼拿賽車波箱損壞，依然喺雨中揚威家鄉。等我哋嚟一齊期待下啦！